台湾和韩国都捌受过着威权统治、经过民主抗争，所以咱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和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合作，推出着民主海报计划展览，邀请全世界50组正出名的平面设计师，用人权做主题，创作100件作品，目前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展览当中。 自我解说，这幅图是台湾的设计师聂英正画的。伊参加台湾和南韩的民主海报计划，用海报来表达民主的自由言论、性别平等和人权。伊嘛是咱台湾唯一受邀请的设计师。 让世界各地看到台湾有释放出这样的讯息，台湾在性别议题上面其实是走得非常前面的。那其实世界各国的每一国在人权的其他议题上面也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琢磨。那我觉得透过这一点，其实至少 highlight 了台湾在某一个地方走得比较前面。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这届和南韩合作，是因为两个国家过去拢捌受到威权统治，有经过民主抗争的过程。南韩的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表示，希望透过海报来交流，希望未来买当甲展览撒到全世界。因为这正象征着过往国家暴力的遗址哈，在这个民主深化以及这个转型正义工程的推动之下，已然成为展示民主以及这个记忆保存的人权教育基地。 지금 전 세계 민주주의 및 인권의 위기에 대해서 모두가 걱정이 많습니다. 네, 민주주의 포스터 프로젝트는 민주주의의 위기를 걱정하고 이를 극복하기 위한 전 세계인들의 공감과 연대를 이끌어내기 위해서 진행되고 있습니다. 这个展览由全世界50组出名的平面设计师以人权做主题，创作100件作品，在国家人权博物馆展出。对11月13展到明年的4月，也举办人权艺术讲座，以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民主的意涵和价值。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